歡迎收睇東夫即影。阿芝美啊，睇你平時咧好注重養生噶啦，有咩心得同大家分享下咧咁？嗱，除咗均衡飲食咧，多啲做運動，有時都會做下針灸保健咁啦。提醒翻啊，無論選擇乜嘢保健療程都好啦，特別係購買套票啊，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㗎。東夫最近接到觀眾 V 小姐申訴啊，話佢同屋企人花費超過13000蚊購買中醫穴位埋線療程啊！點知做完之後咧又屙又發燒，針完嘅位置咧腫痛超過1個禮拜啊，覺得唔對路，要求退款，結果咧被拒喎。除咗不滿效果咧 ，V 小姐仲投訴啊，明明社交平台出嘅 post 咧聲稱係由註冊中醫師主理啊，咁點知最後發現咧實情啊並非如此噃。根據事主所講啊，佢之所以肯花萬幾人購買套票咧，就係因為對方透過社交平台承諾不想做可以隨時退款。到底情況係點呢？市民點揀中醫至精明呢？事不宜遲啦，東夫各界即應。東夫收到市民 V 小姐嘅投訴，話今年6月份自己同屋企人喺網上平台幫襯咗一間中醫診所，購買穴位埋線療程。初只不過每人用3000蚊各自買一次試下，不過喺對方嘅推銷之下，層層加碼，服務升級，連同藥費，最後2人埋單落樓，使咗超過13000蚊。但據 V 小姐所講，服務就有唔少名實不符嘅地方。市面上咁多中醫診所，點解最終會揀呢間中醫診所去進行療程嘅？呢一間佢話有好多唔同嘅線嘅種類啦，咁當中我哋了解嘅嗰一個咧係特效線嚟嘅，佢就話效果會好啲，而且就算係皮膚有敏感啊、有濕疹嘅人都適合做。咁同埋就係佢亦都有提及到嘅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買咗佢哋嘅治療或者療程嘅話咧，我哋唔想做，隨時都可以退款。係口頭上嘅承諾，定係留低咗文字上嘅證據㗎？俾錢之前咧，我都係再三肯定嘅，我就問佢其實係咪唔想做就可以退款？咁佢就話係嘅，只要你唔想做，我哋就可以退款俾你。即係你哋未見到中醫師之前，佢就催你俾錢俾佢哋㗎啦。佢就話針灸嗰個咧係我媽媽嚟嘅，佢好有經驗嘅。咁我哋望佢嘅平台入邊所出嘅 post 咧，都有媽媽嘅相，然之後媽媽嘅背景就寫到明話註冊中醫師。咁當其時我哋就信佢啦。V 小姐表示，過數嘅時候已經有啲疑惑，點解對方收錢嘅係私人賬戶而唔係公司賬戶呢？但心諗既然唔適合，可以隨時退錢，所以就不以為意。點知開始療程之後，覺得越嚟越唔妥。喺我哋治療完之後呢，當日翻到去，其實已經開始嗰個位置會有少少腫腫地，會比較痛，甚至乎瘀得比較大笪。跟住我哋兩個係喺未來嗰7到10日啦，至少我哋都每次喐動嘅時候，只要有針灸嘅地方呢，其實我哋都會好痛，甚至乎我哋量體温嘅時候呢，發現有出現低燒嘅情況咯。經歷埋第2次嘅時候，其實一樣都係咁痛。除咗埋線之外呢，其實我哋每次上去呢，其實佢都有建議我哋要服用藥物，2次都有加錢去加購到藥物咯。我哋食完第1次嘅時候都屙得都幾勁喎，仲要唔係只係頭幾日，而係每一次每一日都屙緊，工作上受到影響，一嚟針完又痛，二嚟食完又屙。因為我哋見佢啲藥丸嘅包裝呢，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咋，佢就咁樣一個密封嘅袋仔，然之後簡單去用手寫幾個藥丸名，譬如可能脾胃丸咁樣，跟住然之後呢，佢就咁樣就俾咗我哋。咁我哋就開始擔心啦，死啦！我哋食咗啲乜嘢落肚啊？咁嗰陣就開始揾佢哋公司嘅資料啦。但係喺中醫嘅部分呢，就會見到嗰度只係列明咗佢係一個表列嘅中醫咯，而並非佢哋當初同我哋講嘅話註冊中醫咯。表列中醫咧，其實就係屬於一個過渡嘅執業身份啦。咁而註冊中醫師咧，其實就係屬於咧一個去考核啦，係通過合格啦，同埋個資歷咧，亦都係受到認可嘅一個身份嚟嘅。表列中醫咧同註冊中醫師咧都係一樣，係有一個行醫資格。只不過咧，我哋可能喺用藥上面咧就有所分別啦。喺一啲列表上面咧，其實有啲藥物咧，表列中醫咧係唔用得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有啲機構啦，佢哋咧可能未必會承認咧表列中醫師所行醫嘅收據啦，所以咧未必可以承受喺保險上面嘅。咁因為咧表列中醫師同埋註冊中醫師咧都有唔同嘅執業證書嚇，咁所以我哋都要喺我哋嘅診所入面咧係需要掛翻出嚟，俾人哋知道究竟你係屬於邊種中醫師嘅。
提醒翻消費者啦，首先咧核實翻咧嗰個醫師嘅專業身份。如果佢非表列，亦都非註冊中醫師嘅話，而佢又用中醫嘅方法行醫咧，其實係有機會形成無牌行醫嘅。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只不過係表列中醫，咁而佢話俾人哋聽佢係註冊中醫師咧，其實呢個都係唔係一個正當嘅行為，係啦。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咧，如果係有任何疑問咧，可以去翻我哋香港中醫嘅管理委員會嘅網站上面咧，其實可以即時查到佢個名啦，或者可能咧人哋睇過去會唔會係真係好好咁樣嚇，咁然先至去揾佢啦。V 小姐話：佢同屋企人嘅退款申請至今未有下文。記者嘗試向涉事嘅診所取得回應，診所回覆東夫話：相關服務已經按照約定提供，暫時冇辦法滿足退款嘅訴求。對於被指喺社交平台宣傳資料之中錯誤聲稱具有註冊中醫師資格，並承諾可以隨時退款，診所就聲稱已經同呢個社交平台賬號終止合作。對於賬號係咪仍然用診所嘅名義去宣傳，並不知情，而且賬號嘅負責人已經失聯。香港中醫藥委員會就證實曾經接獲相關嘅投訴，但就唔會就個別案件評論。一般情況下，如果經過中醫組研訊之後裁定中醫師有專業失當嘅行為，就會按照規定除名、譴責或者警告。另外，根據中醫專業守則，無論係內服定係外用嘅中藥，中醫師都必須發出處方俾病人，而且需要列明所有中藥嘅名稱、分量同服用方法等等。廣告翻嚟，繼續同大家東夫即應。去咗日本咁耐，捨得翻嚟啦咩？等陣，我帶咗當地嘅味道俾你啊！只要有日本製造 Panasonic 金蛋飯煲，隨時都可以回味旅行嘅味道。IH 磁應導熱，配合黃金桃鑽口鍋，每粒米都均勻受熱，煮出嚟嘅飯真係又香又軟熟㗎。Panasonic 金蛋飯煲，飯飯都咁出色。Panasonic。繼續東夫即應。除咗懸壺濟世要考牌，生仔咧都一樣要考牌嘅。知你講緊最近網上討論區熱議嘅呢個 post。據樓主所講，當時明明條路前面有位停啊，但有架 Uber 咧係要揀路中心停啊，塞住條路，於是咧就撥咗對方一下，落車個細路咧竟然即刻舉起中指，批評香港家教真係一流啊！令人意外嘅係啊，唔少網民咧竟然唔係批評小朋友冇禮貌，而係批評樓主冇品喎，話只要阻住佢時間，哪怕係1秒鐘啊，都已經係有罪。更有人 comment 啊，話落客1分鐘唔使撥乜奪咧，路邊停車你又唔話，又話咧睇個男仔咧都超過10歲，唔好諗住小朋友就好恰咁話。不過咧，亦都有人話睇到啲留言嚇親啊，以為自己入錯咗地方，原來細路俾人撥舉中指係啱㗎，真係好有家教。睇嚟好多人真係生仔要考牌啦。或者都係以下呢段留言中肯啲咯，小朋友白紙一張，只會吸收大人嘅一舉一動，咁你話係誰錯啦？係咯，可能係社會嘅錯啦。好啦，今集東夫即應時間又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即應，拜拜。東夫即應即刻應，東夫即應我都有睇㗎，你哋快啲睇啦！東夫即應即刻應，大家咧要聽我講，即刻去睇。東夫即應即刻應。